觀音大士，我諗我開始明白你所講嘅。以前我睇嘢係用到肉眼去睇，但喺我死咗嗰一剎那，我開始用心眼去睇呢個世界。所有嘅嘢真係可以睇得前所未有咁清楚。原來嗰個女仔喺我心入邊流低咗一滴眼淚，我完全感受到佢當時係幾咁傷心。塵世間嘅事，你唔再留戀啦咩？冇所謂啦，生亦何哀，死亦何苦。講得好，講得好，講得好，講得好。點啊，老友？喂，坐啊喂！啊，你坐啦。最唔好嘅咧就係連累咗我哋3位新相識，完全唔關佢哋事噶嘛。不過我好唔明，憎一個人可以10年、50年，甚至乎500年咁憎落去。即係嗰個仇恨可以大到咁樣啊！所以唐三藏去取西經，佢就係想藉住呢本經書去化解人世間嘅仇恨。明白，我要留低，因為有啲嘢等住我去做。你哋自己嗱嗱去投胎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呢世我累你哋俾人騙咗一嘢，希望下世有機會可以還。要還起碼還3嘢。點話點好啦，菩提子。好啦，走啦，係咁先。再見，唔送啦。我要再提醒你一次，金剛圈戴上之後，你就唔再係一個凡人。人世間嘅情慾唔能夠再沾半點。如果動心，呢個金剛圈就會喺你頭上越收越緊，苦不堪言。聽到？喺戴上金剛圈之前，你仲有咩說話想講？曾經有一份至真嘅愛情擺喺我面前，但我冇去珍惜，到冇咗嘅時候先至後悔莫及。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。如果個天可以俾個機會我翻轉頭嘅話，我會同個女仔講我愛佢。如果係都要喺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係1萬年。真死啦！你等陣着火條！衰人！你又想點啊，賤人？仆街！仆你個街！冚家鏟！冚你個家產！你唔好再發神經啊！我頭先同你講嘅嘢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又明唔明我已經唔再係神仙啦？我希望明一樣嘢，原來喜歡一個人咁痛苦噶。你唔好同我講埋晒啲廢話，我都話你認錯人啦！咁你全金靈喺邊間鋪頭買嘅？意中人係一個蓋世嘅人物，有一日佢會踩住7色彩雲嚟迎娶我，我估中咗個開頭。